自從有咗痛風之後啦，我就好耐冇食過粽啊、珍珠雞啊、糯米雞呢啲糯米嘅食品啦。但其實我係超中意食粽咯，因為我媽包啲粽係勁好食噶。嚟緊就嚟端午節啦，我就算幾咁中意食粽咧，我都要忍住唔可以食啊，因為一食糯米咧，我痛風發作就好痛苦噶啦。不過我最近揾到一款啦冇糯米嘅粽啊，佢用小米代替糯米。上網睇翻啦，原來小米係五穀之首啊，連本草綱目都話佢可以養胃健脾、補腎清熱，總之有好多營養價值啦。雖然小米有好多好處啦，但我最在意咧就係佢可唔可以還原到糯米嗰隻黏糯嘅口感啊，所以我急不及待啊！烚咗20分鐘啦，就要嚟試下啦。一打開其實同普通粽咧係冇乜分別嘅，都係有啲好黏好黐嘅感覺。我夾開中間咧都好爆餡嘅。不過睇翻其實個材料好簡單，就係小米啦、五花腩、鹹蛋黃同埋栗子呢4樣嘢。試埋個味道同口感先。我唔客氣啦，一放落口你見到我係閉目好認真去品嘗。哇，口感味道真係90%啊！我係好感動而且好激動啊，因為真係好耐冇食過粽啊。除咗味道好之餘啦，仲可以神還原嗰隻黏糯嘅口感，真係勁好食啊！我係一粒都冇嘥咁清咗啊！同埋食完之後咧，我完全冇食糯米粽嗰隻滯啊同埋韌胃嘅感覺，簡直係痛風同唔食得糯米人士嘅恩物啊！我仲知道佢哋嘅小米粽咧係本地製造，絕無添加味精、防腐劑、人造色素同香料，每塊粽葉都係由專人去清洗乾淨，務求令大家食得健康又安心啊！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隻小米粽啊，所以我聯絡咗供應商啦去做一個早鳥優惠俾大家，同埋供應商超好啊！佢哋話每賣出一隻咧就會捐2蚊俾本地嘅慈善機構，其實佢哋不嬲都有捐開嘅，絕對係間值得支持嘅善心小店。所以有興趣試小米粽啦，又想一齊做善事嘅話咧，喺下面留言想食，我 DM 今次嘅早鳥優惠連結俾你。